一早叫咗你哋冇買珠海嘅二手樓，嗱你哋就係唔聽，依家好啦，新樓咧仲平過二手啊！你哋一齊現場睇睇。屋企隔籬咧就係山姆會員店啦，揸車過去咧就2-3分鐘啊！今日呢套咧係位於珠海香洲市區啦，68平方嘅兩房啊！依家睇到所有硬裝咧，亦都係交樓標準啦。首期5萬蚊，無需分期，剩餘房款咧係直接可以月供噶啦。咁屋企落樓啊，幼兒園、小學同埋初中咧行路咧都可以到啊！咁小朋友喺呢邊讀書咧接送啊都方便好多啊！高峰時期咧總價呢個單位咧要去到190幾萬啊！依家折後最平咧120幾萬就可以攞低啦。咁面積段除咗有呢個68平方啊，仲有89平方嘅3房啦，101平方嘅4房啊。咁樓盤整體咧都已經落成噶啦，辦好手續咧就即時可以入住嘅。所以啊，正喺度睇緊珠海市區二手樓嘅朋友咧，我勸你一定要謹慎啊，因為有時啲新樓咧一降咧就降成幾十萬嘅，二手業主根本反應唔過嚟嘅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評論區留言約睇啊 ，thank you。